台湾有一句俗语伫咧讲，一粒米是百粒汗。来，甲你学功夫。哦，安尼挂起来，安尼较好呢。哦，嘿。哦，安尼有成无？有哇，安尼好。哦，是讲做这腰嘛有力呢。只有真正参与着做事人的生活，才会当体会因的辛苦。哎呀，真的掉掉！快！煮了大粒瓜，细粒瓜。就请大家对着我的脚步，做伙来探索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美。